NBA 季后赛今天正式点燃战火，其中费城76人队在主场迎接布鲁克林篮网的比赛，不但先输掉第一场，替补球员还被抓到比赛中间滑手机，引起外界挞伐。主播西蒙斯没把握住，现在换丁威迪投进3分球。NBA 首轮季后赛正式开打，76人队主场迎战篮网队，76人主将3分命中率不理想，篮网队靠着后卫罗素领军，以111-102抢下第一胜。布鲁克林篮网队球员罗素，队友一直让我有机会投篮，我只是不断把握住。主队吃下败仗，76人球迷嘘声不断。更离谱的是，替补球员强森在比赛期间被抓包在板凳滑手机。费城76人队总教练布朗，这完全不能容许。但一开始看到时，觉得这不是我们风格，也无法宽恕这种事，球团会处理。当时坐在强森旁边的队友，在赛后也站出来替他说话。费城76人队球员安彼得，我只是低头看一下，因为他说他女儿病情严重，他在确认他的状况如何。尽管队友出面解释，但比赛中用手机的行为违反规定，强森已经遭到球团处分，联盟方面也不排除会对他记出罚款和禁赛。另外，勇士队对战快艇获胜，科瑞生涯季后赛3分球数正式跃居第一。至于暴龙队则输给魔术，林书豪整场坐板凳。